の子が一番可愛いと思うのは私だけでしょうか。猫の気持ちはわからにゃいはてな。今日も気まぐれ風任せ。こりゃ極楽とんぼのライフスタイル。踊ってごまかすオンドホル。ニャンニャンニャンとな、ニャンニャンニャンとな、ニャンニャンマイケルオンド。ニャンニャンニャンとな、ニャンニャンニャンとな、ニャンニャンマイケルオンド。ニャ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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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あニャ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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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あほれ。好，比賽正式開始啦！聽住啊，我哋一定唔會輸俾貓隊㗎，知唔知啊？各位，今日貓隊對狗隊嘅動物棒球賽而家正式開始，狗隊負責擊球嘅隊員已經準備好啦，可以開始啦！嚟啦，掟啊！貓隊嘅投球手就係隊長米高啦。狗隊隊員而家喺度交換信號啊！米高而家神色好凝重啊！米高佢準備掟出第一球啦！掟咗出去啦！好球啊！個波打得好大力，好遠啊！個波而家打出去貓隊嗰邊喎！快啲啊！咪嘥時間啊！交俾第二女啊！好啦，二女打。你做咩企喺度唔喐啊？二女打啊！快啲啊！快啲啊！快啲啊！好啦，睇住你啦！狗隊勝，狗隊贏到第一分。經過第一回合比賽，狗隊得到18分。跟佢嗰18分，好易贏得翻嘅啫。好啦，我哋要俾心機啊，一定要打個全壘打。嚟啦！而家輪到貓隊隊長米高負責做擊球手啦，快球！好球打到！俾心機。經過咗呢個回合激烈比賽，貓隊贏翻局啦！我哋嘅主角米高出場啦！大家而家見到嘅地方叫做貓招市，呢個地方大廈林立，喺其中一棟非常高級嘅住宅大廈裏面。哎呀，邊度走隻貓仔嚟咧？萬一佢啊！貓仔啊！你要小心啲啊！你屋企喺邊度啊？快啲翻屋企啦！你咁行法好危險㗎。係啊，貓仔啊，你唔可以喺呢度玩㗎。你跳翻落嚟啦，乖啦，唔該你啦，落翻嚟啦。唔該你落翻嚟啦，呢一度係8樓嚟㗎，如果跌咗落去咧就會冇命㗎啦。哎呀，你
慢慢啊！你咪喺度拗痕啊！哎呀！哎呀！貓仔啊，求下你啦，落返嚟啦！冇錯啦，係咁啦，過嚟啦嚇！隻雀又喺邊度嚟㗎？你快啲飛走啦！聽我講啊，貓仔啊，如果你為咗捉隻雀而跌咗落街嘅話咧，會好蠢嘅。你知唔知我戥你驚㗎？落返嚟啊！交得未啊？啊！